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拓。观众朋友，这段时间你准定有看到台湾人哄骗去柬埔寨的新闻？你听到讲诈骗论真，咱讲人口贩卖才有对多，受骗去遐的人失去人身自由，互人虐待，互人转卖甚至器官，互人bán去卖。咱来了解第一点，咱定定听到柬埔寨，事实上迄边偷人拢中国人。嘛，搁咱听到通缉党德联邦遮的乌道帮站，甲人对柬埔寨救倒转来，这实在是无影。乌道极家牵狗啊，家属赎金冤啊爱付，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柬埔寨、缅甸，迄个生活水准较差台湾的所在，会信到遐有好康，会当趁大钱，准定有咱在地的云端。过来，这款中国乌道做中间人、跨国贩卖人口的集团，安怎连接台湾乌道？安怎运作？安怎甲台湾人骗甲玲珑西？今仔日咱做一摆甲掀开。小介现场来宾邀请民进党立法委员吴丽华委员。沙宝大家好，我是吴丽华。邀请柬埔寨人口贩卖受害者小伟。大家好，我是小伟。邀请退休警员赵明景先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最近你看到德联邦出手吼，伫海外为柬埔寨救20外个台湾人转来。事实上，咱的内政部是安怎讲的？咱讲即马最近吼破案的4案内底吼，拢甲德联邦有关系哦。也就是讲，伫台湾骗人送去柬埔寨的人，嘛是德联邦。讲要伫海外负责救人的人，嘛是德联邦，安尼唔就神德联邦鬼啊德联邦。唔过咱内政部安尼讲吼，煞地书德联邦甲通缉党吼，讲伤害因的名誉啦，要去控告咱的内政部，咱大声来看这个报道。最近柬埔寨诈骗案件是愈来愈多，警方顶个月才查出国内犯罪集团德联邦甲柬埔寨人口买卖集团对本抽空米上，非法甲台湾人卖互当地诈骗集团。最近半年成功骗到80几个人，摕到上千万。人口贩运中介集团是由竹联邦分子与这个柬埔寨的诈骗集团合作，骗取国人。从去年的11月开始，到我们今年5月这个破获他们这个集团，大概有82名的一个被害人。这个月来，这种相像的诈骗案件风波扩大，引起各界的关心。当中有媒体报道讲，德联邦甲通缉党协助救出20外个台湾人的消息。警政署25号发新闻稿澄清，因认定通缉党甲德联邦同堂是一个做黑面，一个做白面，也是神也是鬼的帮派组织。不离个通缉党是否认，嘛表示会对警政署提告，强调讲救人的是通缉党，毋是德联邦。到底是救人还是害人，阁爱等警察找出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委员，咱看到德联邦吼讲对海外救20外个人，当然这敢有影，因敢无讲骗人去柬埔寨嘛有抽中人钱，啊，即摆讲救人嘛会抽中人钱。好，不瞒您说哈。我这边从7月初受理第1起的陈情案，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26位被害者有找我。那我也把他们成立一个群组。那其中呢，有一个大概是1个礼拜前加入的受害者家属，他就是有人带他去找白狼。对，那我有问他说，他加入群组之后，我有问他说，结果如何？他说也没有什么结果，那大概也都是需要交付赎金。他自己呢也感到很头痛。那后来我们陆陆续续，其实在我们的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当中，也的确陆陆续续有一些都有提到交付赎金的部分。那我们这边的家长其实他蛮忧心的，就是第一个，本来筹措钱就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但是更困难的是，你如何去确认我钱汇过去会不会放人？好，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天人交战。那又忧心自己的孩子，当然孩子是无价的，如果我有能力，多少钱我都会带他回来。但是重点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去筹措这样的一个赎金。好，所以的确是我有碰到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像我们的这一些家长，有时候他跟孩子的一个
对话当中，因为他们清一色其实很多都是还能够视讯通话，都有在联系。人要活的看得到就对。对，但是他们也都有提到说，很多的问题都不能回答，问不出来。哦。然后眼神呢也会往旁边看，显然就是有人在监控。是。那我们是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有的孩子是，什么都问不出来，然后，但是你还能跟他通话，但是后来有的孩子就是已经只能够用账号跟你对话，但是家长很快都会发现说，哎，这不是我的孩子。哦。对，那你不知道你在跟谁对话，那甚至有的是失联。那有的就是开始会说要求付赎金，那所以提到说能不能营救，其实不瞒您说，我的陈情人当中，就是在前天晚上搭机返抵国门的，其中就有我的2位就是陈情受害者。啊，是安怎救到回来？其实是因为他们都已经开始在移动，那所谓的移动应该就是公司被转卖。那他们会说我们要移动了，因为说我们的老板换了，所以我们要到哪里了？对，那我们也是把这样的消息就是透露给警方，那让警方可以去做一个跨国的合作拦截。不过咱台湾即马都是甲甘保者无邦交吼，政府即马搁进一步想要安怎做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呼吁的，从一开始7月初。我其实开过2次的跨部会协调会，我其实第1次接案子的时候，我讲一句真的哈，我第一个那个案子，她是一个得癌症的太太，她呢跟我说她的先生行动不便，小儿麻痹，说那个突然从网络中有人说可以到柬埔寨可以有很高的薪水，然后去做那些打字的电脑工作，那她先生就觉得说，哎。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本来就是每天在电脑面前，所以他就觉得说，那个工作很好，所以呢他就过去。可是这个太太他们跟我陈情是说，我先生他有心脏病，结果那边没有办法给药，所以他跟他先生说你回来，结果呢要回来竟然跟他要求80万，那他们就会问说，我们都还没有赚到钱，为什么要给80万？结果呢他那个人是到泰国之后。护照拿了上车，就可能被带到那个 KK 园区。哦，对，所以他们自己也都不知道自己被60万卖掉，所以他就要求说你要用80万赎回这样子，所以他们才会找我们陈情。那后来我要讲的就是说，这样的事情我开了部会协调之后，我才知道说，这不就是人口贩运案件吗？对。那我就提到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上飞机？民航局会同航警局，是不是可以上飞机，尤其是往柬埔寨的飞机，直接去宣导拦人？是。但是那个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自由的问题，对。所以后来是在航警局大厅举牌劝阻。是。但是我们都觉得说，列入重大刑案这一些作为，其实都还是不够。我其实一直希望呼吁的就是说，既然我们是没有邦交的国家。我们有没有可能在那个地方去成立一个 NGO 组织，或者是去结合一些国际人道救援的组织？是，就是政府怎么样去跟他们配合结合，然后拜托他们能够去做斡旋跟营救的工作。是，这是我的期待。那当然，现在对我们很多的家长来讲，提到付赎金，那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筹钱，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政府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专案。让他们很快速的、安全的借贷到钱，用比较低利的方式，然后快速的，然后如果说真的也能够帮忙查核讯息的正确来源，那其实家长都愿意，只要孩子平安回来。是，对。嘛，个袂使互通缉党甲低联邦这款的黑道来做中人。因为我们其实后来也有看那些讯息，蛮高额的。因为顶多我们听到的就是60万、80万、甚至也有30万回来的哦，对，就是要求30万。是，但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200多万，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哦，对，是。好，观众朋友拄则委员讲到吼，迄个 KK 园区吼是伫缅甸啊，咱即马今仔日所讲的这个代志吼，大部分的人大声哄骗去甘保济，啊有一个受害者去甘保济了后，连米红袂去泰国。
过为泰国去互卖去缅甸吼，这是一个真正是人口贩卖的一个供应链呐。咱来请教小伟吼，讲到离开柬埔寨，你是安怎逃走的？基本上我是在我3月中到了柬埔寨，然后我是透过台湾的104的人力银行。我在上面找了一个就是运营的工作。那在6年前我有一些相关的就是电话销售的经验，所以我在这个运营这方面其实算是是有经验的。那当初确实都是一些非常正常正规的工作，所以对我而言，我算6年前那段经历对我而言算是美好的。那这一趟出来，基本上有4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疫情2、3年了，我之前赚的钱基本上都已经花光了。对，那这个是我在疫情前可以赚到的收入，大概是7到8万块左右。一个月？因为我是一个按摩师。对，那疫情后，我后来的薪资带是这个数字。对，是1万多块。对，所以基本上2、3年这样子，我的生活基本上也是已经吃不消了，就是非常的困难。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的父亲有中风，那家里确实需要一笔钱，然后再加上就是说这些人口贩卖的诈骗集团呢，这些集团他们都几乎非常以假乱真，他们给的 paper 中文版、英文版全部都有。对，然后薪资。你准你是去遐要真正去做真正工作的电话行销的。对，我就是一个真正工作者，就是去那边做一些行销的工作。是。对。你发觉到你被骗去，你已经被人买去啊？最后你是安怎走出来？我是。花了我在里面软禁了58天，然后我在这中间我算是不动声色的，就是没有去惊动这些人口贩卖集团的人，我就是假装工作，然后剩余的时间我就是尽可能的观察当地的地形，观察一些就是他们那些中高阶层的他们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包括就是所谓的。薄弱的时间，比如说他们6点到7点半，这个警卫呢，这个守卫呢，他可能会打盹，会睡着，然后可能当时我发现2楼的那个他们的洗衣间有机会跳下去，这也是当时我逃脱的方案之一，那最后我没有采取这个方案，我最后是跑到他们有一个刚好有一个刚好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摄影机的死角，花圃后面，它的花圃后面有一个很细的巷子通到底，它的那个2层楼的2层楼的闸门，这是他们2层楼的闸门，基本上从这边爬绝对会惊动，不可能爬得出去的，这不可能爬得出去的。旁边这边刚好我都有弄下来，所以你先撇了名机离开了后，你去什么所在？我就在金边流浪1个月，又流浪了1个月。然后我跑出来的时候，我甚至是1毛钱都没有的。对，我跑出来的时候，我需要吃饭，我就到当地的唯一一间合法的赌场，叫做 Naga。我在 Naga 里面。随机去问里面的赌客需不需要按摩，然后我以半个小时$20的收费方式凑我的生活费，对，然后就是包括我回台的费用，还有我的生活费，然后最后真的是我撑不住了，我没有办法了，才跟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去跟银行借贷，然后帮我把我差的那个金额补齐。咱知影讲上飞轮机吼，爱有这个护照，你的护照已经互人摕去啊吼。你最后是安怎上飞轮机的？我是走特殊通道回来的。那
我在当地一逃出来，我立刻我需要去办护照遗失，因为护照如果不马上办遗失，会被当地的非法集团他们直接乱用我的护照，我会在当地直接黑名单，然后甚至是被通缉，直接就被抓进去，我是不可能逃出来的。所以在当地我当初一逃出来的一瞬间，我跑了4个警局。花了我2、3个小时，请当地的柬埔寨人，他懂英文，载我去了4个警局，没有一间警局他愿意帮我做护照遗失的这个动作。哦，最后我才发现，他们是需要我去缴贿赂金，就是他们所说的，他们都说叫做咖啡钱。是，对。那这个金额，曾经一个警局的行员跟我讲，$200。哦，一张纸$200。对，是，然后，除了这个啦，也就是这一张啦，就是这张纸$200了。哦，这张纸我还画手印了，盖手印了。对，这张纸$200。那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在当地有一家，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讲，就是红叉旅行社。我想在当地人都知道这间旅行社了。对，就是一间红叉旅行社，我请他们代办的。那代办的他其实，有一些夸张，就是他们也有配合好的警员。你只要付钱，那个警员会自动到当地帮你把这张写好。是。那这张花了我$180。哦。对。然后，林金大哥，咱看到小伟吼，伊所描述的这个状况，知影讲柬埔寨遐吼是警方甲黑道已经拢有交叉吼，拢连接起来。不过，伊伫台湾哄骗去柬埔寨迄个过程，伊是透过104的这个人力银行吼来得到的这个工作的资讯，这是合法的呢？是安怎会用这款手路甲人骗去柬埔寨？因为咱知影吼，要甲人骗去外国吼，有其实吼方式毋是一种尔。有一种伊就是讲，我互你足侪钱，吼，甲你讲我遮偌好趁，拄偌好趁，再过来。啊，另外一种像小伟这种，就是讲，伊事先哦，伫台湾伊开即个空投公司，我半年前，吼，还是3个月前，我就开公司。啊，我等我员工拢甲找来上班，上2个月、3个月了，我甲你讲我要出差，还是甲你讲甲你派出去柬埔寨，吼，还是讲要派你去倒位，还是讲员工旅游一届20个、30个，甲你带出去。吼，嘛有即个方式，所以方式毋是一种尔，吼，伊有利用你贪心的，啊嘛有利用你讲我欠钱，我要找正当头路的，啊另外一种就是用敲电话，用迄个情绪勒索亲戚朋友甲你骗的，这嘛是有。啊，其实即个诈骗的方式吼，毋是今仔日才有尔，2008年到2012年的时阵吼，我讲一个叫做南宁诈骗咯，就是南宁诈骗，伊就是迄当阵中国伫起迄个房地产嘛，啊伫更西一个城市叫做南宁吼，啊伊就甲大家讲，即个所在投资吼足好赚的，一个月你投入30万，1年了变300万，啊2年了会变3000万，啊伊就敲电话吼，互你的亲戚朋友啦，你的阿叔啊，你的阿姑啥，啊叫恁去南宁去参观看厝啦，啊看厝了，仲甲你关喺厝内底，啊甲你的护照收走，啊叫你台湾的亲戚朋友吼，讲汇50万还是80万。伊才互你护照才行李，才互你转来。啊，你若无吼，无钱厝诶，无钱诶，要安怎？一种，伊就是甲你像柬埔寨安尼，甲你卖去倒位，吼去台北，还是讲你若愿意，你搁敲电话，搁去骗你诶亲戚朋友，你一个骗3个，我就帮你走；，还是一个骗5个，我就帮你走。所以迄当阵足严重，咱嘛是几千人哦。迄当阵2008年到2012年诶时阵，嘛是台湾嘛1000多人去用骗去南宁。嘿，这个代志是一直咧发生，是讲程度甲国家无共款尔。啊，你拄仔讲这个黑道，其实像拄仔讲要伫台湾开人头公司，台湾一定要有人嘛，对吧？无可能讲我2个柬埔寨人走来台湾开一间人头公司，你就相信你就去。伊台湾一定有组织，一定有人，所以甲台湾的黑道是一定绝对是合作伙。你若伫柬埔寨，你叫一个迄落有大陆口音的人敲电话来骗你去，你嘛无爱去。伊嘛是爱叫台湾人敲电话互你，所以其实这两国之间哦，这两国的这个犯罪组织甲帮派一直是合作伙的啦。是，安尼都真做台湾人，甲台湾人骗去外国甲卖掉。对，一定是有台湾人伫内底，因为譬如讲你若讲后壁的大头，譬如讲伊想这个方法，
啊，出这个资金的人是中国，无唔对。但是伊要骗台湾人，要骗香港人，要骗马来西亚人，一定要有香港、台湾、马来西亚乌都斗相共嘛。是。啊，无你香港人伊若讲一个普通话，你就讲袂通啊！伊一定是叫香港的乌都来帮你创嘛。是。所以其实你像这个德联邦是安怎有的人安尼，德联邦伊堂口几落百个，其实几百个，伊无一定讲大家拢伫做一件代志，伊是其中部分的人伫做，所以因有关系，因的熟悉，所以有当时伊会使把你救无唔对，但是你若看起来伊是规个组织内底有足侪人伫做这件代志，无伊哪知影讲我要赎金要付我项，哦，我哪知影讲我伫柬埔寨接口的人是啥，因是本来就是一个组织，是有的伫做这，有的无伫做这尔，啊，但是你今仔日要叫伊去帮你救出来，伊嘛是要甲你收钱啊，是。人头费啊、中介费啊，迄是讲我甲犯罪这人熟悉，啊，我甲你收100万，啊，我抽20万，啊80万，互阮朋友伊甲你放转来，两个拢赚。啊，但是实际上伊是规个组织内底足侪人伫做这件代志。是委员，你的这个当事人内底吼，你这军组内底，敢大部分拢是原住民朋友？若是安尼，敢是这个咱的这个诈骗的人吼，是针对经济较弱势、较需要钱家的这个受害者？我想哈，我这样子1个多月，在每天听这些故事，然后跟他们呢一同的来去研究看怎么营救。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掉入这样的陷阱。就像刚才所说的，其实他诈骗手法非常多，它不是很单纯的你情我愿的那种诈骗行为，它其实是一种集体性的组织犯罪。那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也有的孩子，他真的很会跳舞，而且是跳民族舞蹈，就是我们原住民的文化的舞蹈。那他也是跟他说很会跳舞，他就一起去。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原住民清一色的，绝对不是单枪匹马去。他之所以会愿意去，当然是想说赚钱。但是你要想，有的才18岁，有的刚大学毕业，到国外人生地不熟。他再知道柬埔寨比台湾落后，但是呢，他想说我们那么多人一起去，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们一群人去，其实他就会觉得说不会那么害怕，反正如果有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个是一个人口贩运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在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当中，其实我们也透过很多讯息。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的孩子有的丢回来讯息，他会说，旁边都是中国人，也有这样。那有的那个录音哈，就是可能妈妈很担心孩子嘛，那个他说他的老板也会录语音一段，我这边手机里面也有。那他操弄的那个语言，就是例如说，他在说小妹在这儿，您不用担心，吃得好，穿得好，等到赚到钱，我们会打钱给您。您了解，您了解。那有的是港澳口音，好，所以我们当然不愿意去做其他的猜测，但是至少我们肯定的，这个就是一种集体性的犯罪行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所以我极不愿意去责备任何一个孩子，即便他在当中，他为了要去拉人，他为了他的安全，他去诱骗，而且那个诱骗可能是旁边有人在逼迫你。那可能会电击，可能会打你，会虐待你。那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受害者，即便他在那个地方不得已去做了一些诈骗的行为。那我也知道的是，像我们有一个孩子，我真的是不忍心讲他。其实听他的同学讲，在那个对话，当然他们看到的都是他们制作的图卡都是光鲜亮丽，他们做那个 IG 图卡，我们在这边赚得好啊，你们赶快来啊，在那边当铁工干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你会发现，当他碰到他真正的同学、好朋友的时候，他可能不小心多打一句“你不要来”，可能就被抓到了，可能他就丧命了。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怪任何一个孩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是说，我们应该是要把它当做一个，我讲到这个我会特别难过。其实我是原住民，我一直很关注原权。过去我们那样的一个时代，面临工业化。有多少原住民的女孩子去沦为雏妓？
是，有多少原住民的年轻孩子去卖到船上去远洋？然后那个时候，1987年，一个邹族阿里山青年在台北工作，他因为受不了老板凌虐，愤而行凶，被判死刑。滕迎新，对，汤英生，对，引起社会哗然，重视原住民的权益、劳权。可是我们已经好不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上有名的人权国家，但是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的，但是我们变成是去国外受害，我觉得这是人权的问题。是，对我觉得不能把它单纯的看作是一种你情我愿的诈骗行为。是，我们国家政府要站出来，然后我真的是希望，真的是像这样的诈骗行为，我们这20年来台湾已经受不了了，这种诈骗行为从国外境这样子进来的诈骗行为，已经不知道每一年搞掉我们多少钱，骗掉我们多少钱。但是现在这种不是骗财了，我觉得这是骗人，这是人的生命。是。然后在异地，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该怎么回来。是。真的想到这个，真的是很心痛。是。咱看到委员的当事人吼，话原住民结伴去国外讲去表演。可能去食头路，规团拢互人卖去。另外，咧找头路的人，需要收费的人，拢会有可能受到这个诈骗吼。咱今来看诈骗手路的报道。有一个导演兼摄影师，叫做彬哥，伊做工作室，家己演工课，捌甲歌手吴德元，甲2部顶人合作。即嘛正做柬埔寨人口走私的新目标。伫 IG 有人发信息给伊，讲是中国一间新的公司，因为因工作团队有人确诊，就急要找人来斗下手。地点是伫柬埔寨近边，有提供住宿甲机票，毋过工作内容都还未完全讲定。所来对方的这句话，是让彬哥感觉明显有问题。通常我们在对接一个案子的过程，都会比较花时间费时，像是会对一些脚本啊，还有拍摄的细节、预算还有时程那些，但他几乎通通都没有。他有问我可以带多少的剧组人员去，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奇怪。诈骗的消息一个出来，随伫人面车的社团引起讨论，真侪家己咧演工课的人拢去闹话，讲嘛有拄到同款的情形。这种诈骗集团的手路是要讲要讲，包括引用的是简体字，社群用的哪像是假的口罩，而且提供真好的待遇。上较重要的是会强调讲因真着急，而且鼓励带愈侪人过愈好。柬埔寨诈骗的手路是一直咧翻新，即届竟然佫去骗导演、魔术师、甲舞者等等的职业，都是要一个手甲一群人拢牵绕起来。这样没有问题。这类诈骗的案件是真接出现。第一日，台湾甲泰国的警方合作，趁泰国的民众过境泰国，甲9个被害人救倒转来，才无互骗去柬埔寨，佫互转卖去缅甸。而且这内底竟然还佫有加害人秘伫内底。跟当地的人分工，介绍其他人到柬埔寨去工作。他手机内的资料有多笔记录被删除的情况，犯罪嫌疑已经重大，而且有以上的这羁押原因他认为有羁押必要。正做人口走私的成员，这个姓何的男性早就知影这抓出国是要做诈欺，都惊身份去互公开。等来台湾了后，已经把手机内底真侪条资料拢删掉，法院认定伊有真大嫌疑，嘛有串证的疑虑，15裁定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你伫影片内底看到，这个诈骗的手路实在是百种。有人是叫做去柬埔寨要敲电话，有人是去做迄个线顶跋筊的这个事业。另外，即摆佫有职业团队吼，亲像报道内底所讲的，叫你带愈侪人去愈好。咱看到这个职业团队。邀请的人是简体字，咱看到回应的人嘛是简体字，是因为这个手路吼，是用伫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身上吼，互咱收集到资料。拄则民警大哥嘛有讲到，因这个诈骗的手法变做是开公司吼，员工旅游，甲你骗去柬埔寨消费，你会去柬埔寨，拄则你有讲，是因为你捌伫遐有石头，你伫遐做工课，所以。第2摆你煞可能就无警觉，互人骗去吼。你感觉若是即摆你去进前伫机场拄着咱即摆航警局伫遐伫举牌啊，甲你提醒，讲这可能有问题，你敢邀会去？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是，因为
如果说这个事态已经发展到成目前这个情况之下，是我再需要钱，我也会去想一下我的家人，因为我不晓得我这次去还有没有办法成功的回来，不管他是正常的工作还是不正常的工作。对，如果说稍微有一个提醒，或是说有其他的案件案例已经这样子爆出来了，我是绝对不可能去这一趟的。哦，对，是啊，你去底下，你发觉到你银行骗去、红白去的时阵，因要求你做什么工作？基本上对我们来说就是洗钱。那在他们里面的话术叫做合理避税。哦，是，对。啊，迄阵你逃走的时阵，敢有人甲你斗阵逃走，还是讲干那你一个人？啊，你即摆有人熟悉人邀伫遐无？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成功自救逃回来的只有我一个。对，那还有2位台湾人，现在目前还在那里，就是我当初的伙伴啊，就是目前还有2个，那一个在那里当保全，然后另外一个在那边做比较正规正当的金融行业。是，对，那金融行业的这一位呢，他目前在那边过得还算不错。1个月大概是$1800到$2200，然后吃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公司提供。那因为他去的那一家公司，是因为他有一些专业的技能啊，那个专业的技能他可能对他而言比较吃香，所以他应征上了之后，他在那边有很稳定的工作。这款的跟人口贩卖有啥物不同？这种的话，基本上就算他们是算是在柬埔寨已经落地生根化了。对，算是有一点算是当地的大企业了，就像我们的台积电在我们台湾的地位是差不多的。有上班下班呢？对，有正常上下班打卡这些，然后它的公司环境都是非常明亮、非常宽敞的。这种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当地正规的行业。可是我要说的是，这种行业在当地，你还要去跟当地非常便宜的劳工去竞争，他们1个月，当地人可能只需要$500到$800。你一个外国人去那边，他们最少要跟你开$1800、$1500到$1800。你如果没有特别的技能在那边的话，或是说你有你的脑袋动得快，你的工作效率非常强、非常好，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环境的话，你想要去在那边赚到这个钱，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当地有90%的工作都跟黑的有关。哦，对，是民进党个拄则小伟讲到这个代志吼，当地的人因的工资可能$500-600吼，啊，开互台湾人要甲台湾人骗去的，拢真济。不过，咱听到讲，真正柬埔寨遐在地的人，伊嘛捌讲，那真正遐有空，咱在地的人去赚就好啊，敢毋是？其实这件代志吼，足趣味的是讲咱以往吼，毋是讲无即个人口贩卖即个诈骗。以前咱安怎？1960年到1980年之间吼，有足侪即个非洲的人吼，去用骗去法国去做劳工，啊，但是去吼是迄个非法移民乌白，佮做迄个足艰苦啊，去用关内底敢若集中营安尼伫做工的嘛有。以前咱嘛有即个原住民的同胞，山顶甲你骗来台北，啊嘛是关喺敢若宿舍内底，敢若迄个饲鸡鸡寮安尼，一群人住伫内底做工的嘛有。是。咱进前高雄嘛捌发生过，咱迄个外籍的移工来台湾嘛是去用虐待，啊嘛是生活条件足差。但是一般吼是生活条件较歹的国家去生活较好的国家啦，比如讲咱原住民的朋友为较偏乡的部落来台北市，但是这件代志吼是足奇怪，咱台湾的人吼走去一个相对来讲吼经济较弱势的所在，是吼，安尼就是足奇怪。啊，这内底吼第一个就是讲贪心啦，有的人就想讲哇，去遐讲1个月通趁偌济，啊，这个无合理，伊嘛想讲我来拼看卖，啊，伊想讲无可能吧，去啊，就算讲我无趁钱，我就转来就好，但是无想到讲因会用这个暴力啊，还是讲甲你关起来这个方式。是。啊，第二位人是讲，我真正想要找一个正当的头路，因为毕竟讲咱台湾最近实在是疫情的关系，经济较歹。但是你嘛要想到哦，疫情关系是全世界拢经济歹。你讲柬埔寨要偌好拄偌好，其实嘛是有限。啊，所以这个重点就是讲，去
柬埔寨做正当的生意有无？有，啊有台商去投资无？有，当然嘛是有啊，台商全世界拢有。但是咱政府吼，对于这个公司行号伫国外投资的资讯，咱都要透明。譬如讲，咱有啥物公司伫柬埔寨，还是伫泰国、伫缅甸，伊是合法的、正当的伫经营的。啊，这个资料咱大家会使足容易取得的。啊，另外就是讲，咱若要出国，还是你要食头路进境，你要比对相关的资讯。我台湾甲迄边的资讯是不是一定有共款的？还是讲你有没有确认？讲你有没有政府资讯公开？有没有认证？啊，另外就是讲，你爱加问你的亲戚朋友，甚至讲你找政府有一个，咱其实吼委员家咱来叫政府吼找一个对口的单位。你若要去柬埔寨工作，还是讲要去柬埔寨有啥物朋友？打工的机会，我们行政院有一个对口的单位，帮你查这间公司是不是真的存在，老板是不是合法经营的。比如说在柬埔寨已经10年了，老板是头家是台商，正当经营好，啊你要去食头路无要紧，啊你也甲政府爱甲这个方式，互大家知，因为真正咱下摆影响的是啥呢？咱下摆若真正要去柬埔寨要做正当合法的生意人，无法度去，因为咱就无人要去啊。对，咱的生意人嘛无爱去啊，咱甲对方的政府的关系嘛变歹啊，对无？啊，其实是影响足大的啦。啊，其实咱台湾吼会使做的就是安尼，咱甲伊无邦交，啊无邦交嘛无一定有国际刑事合作啦，啊有国际刑事合作嘛无一定会掠着人。你像这柬埔寨像咱无啥想要掠，咱去咧受害者毋是伊的人民啊，那外国人啊，你台湾来，你香港来啊，你受害去互关去互拍，都甲伊无关系啊。其实嘛袂积极处理啦，所以咱台湾本身哦，第一就是爱建构，第二咱家己爱有自觉，讲你资料爱查清楚，第三就是我拄仔讲的，咱政府是毋是一个对口单位，互咱的下摆毋是柬埔寨尔，你要去泰国、要去越南、要去马来西亚，咱是毋是有一个通啊查证的机关，互咱讲去的时阵通啊安心。啊，另外就是你若去到遐，要甲你收护照，要甲你收手机啊，这绝对是无合法的，无迄个世界上无迄个合法的公司讲你。护照袂使载身躯边，手机也袂使载身躯边，所以你若就发现有即个情形，还是有讲即个缺失的时阵你就根本你入去机场了，你就袂使对伊走，伊一定是你机场你出海关了，甲你收护照嘛，你若讲发现即个代志，你就当场你机场你就莫对伊走，你护照摕落摆好补机会，你就搁紧走转来啊，这是家己爱有自觉啦，这个方法是足济啦，但是咱逐项拢落去做，安尼才有可能讲有方下摆佫有安尼代志发生，毋是柬埔寨下摆你若去别个国家嘛是共款。是，民警大哥就讲到这个问题吼，柬埔寨即摆咱一直咧讲的，这个诈骗吼，贩卖人口的代志吼，发生伫叫做西港这个经济特区。这个经济特区事实上是中国甲柬埔寨用一带一路来合作的一个经济的这个地区吼。总是因为这个合作的关系，真济中国的人甲柬埔寨遐的官员吼，比如讲。总理洪森吼，因是拢用这个洗后手的方式在合作。另外，拄则小伟所讲的，警察甲遐的这个做诈骗的人吼，事实上拢有在交结吼，所以无法度掠到嘛，可能嘛无愿意甲台湾合作去。掠遮的这个诈骗的人，委员，咱看到这个状况吼，这是一个真特殊的所在。迄个所在因为这个禁止这跋筊了后，侪中国人吼离开遐个所在，煞变做遐个公司本地咧做线顶的这个跋筊的，拢专做诈骗，拢专做这个贩卖人口吼。咱实在是爱甲观众朋友口劝吼，这个所在实在是唔通去啊。当然。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常常讲的，就诈骗机房嘛，就是诈骗园区。那过去呢，当然讲华语的对象，当然最大宗就是在中国。是。那但是中国呢，我们也知道，他们这些年也开始在重罚，为了要去遏阻这样的一个诈骗行为跟人口贩运行为，再加上这2、3年的一个疫情，那他们的出境。也受到限制，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大爆发，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疫情缓解，又加上6、7月的毕业季，所以我碰到的几乎清一色就是这些高中毕业的孩子、大学毕业的孩子，那他们也都怀抱着毕业本来就是要找工作啊，所以
家里也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孩子会说，毕业了，我要去找工作，同学都说到国外说很好赚，过年的时候我就会回来。我清一色听到的都是这样子，而且是一群朋友互相认识的人去。那刚才提到说这个诈骗机房，其实它行业很多啊，像有的也会去拍那个照片啊，里面也有百货公司也可以有那个贩售的地方，所以你其实没有办法去我常常讲，我觉得不要去责怪受害人。是，我觉得这个贪念是有，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我不赞成去归因到说是因为环境不好，工作不好找，好，那或者是自己有贪念。我觉得我不认为要去这样子去归因，因为每一个人本来就是需要工作，本来就有理想。好，我觉得我们要谴责的是这一些用尽心机去想方设法推陈出新的这些，每天都在想各种的诈骗手段。那我觉得这个是全国，就是国际之间应该要把这个列为是最高度要打击的一个犯罪行为。对我觉得我们要去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如何我其实这1个多月来一直做的就是，我不瞒您说，我第一次接触开这个跨部会会议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国从去年就一直在做宣传宣导。但是我发现普遍，即便我是一个立法委员，我都不晓得说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人口贩运的组织开始在台湾抓人。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谴责，然后请国际之间要正视。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诈骗，这样的一个人口贩运，我们知道自古以来都有，可是我们要想的是，这些孩子进去的人，你一旦就是入瓮，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今天我们要谴责是人口贩运，我已经用60万买你这个人，我如何把你用尽，让我可以高于我原来的成本价？你能骗就骗，我希望你业绩好，你业绩不好我就凌虐你，不能利用了女的我就拿去从事这些性工作，男的不好用又想逃跑，也许我就凌虐你，就卖你的器官，因为他一定是把你压榨的干干的，因为他已经付出了钱去买。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去正视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阻止这样的一个恶性。好，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件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大家一起来重视。其实我们每天在社会上都有很多社会案件。国际间也非常多的国际新闻，但是我觉得人命关天，而且人口贩运天理不容。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来正视，越多人知道，当然受害者会越来越少。就像这1个月来，我有问警方，其实的确有下降。就我们原乡来讲，没有人出去了。对，那表示说我们最近PO脸书、做记者会，加上媒体的宣导。然后我们也很努力的请地方的政府，透过村长广播，透过在办活动运动会的时候，请警察来宣导。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先嚇阻，知道有这样的犯罪行为，大家不要再出去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打击这些犯罪行为。委员所讲的吼，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把人骗去减保济啊卖掉这款的人吼。咱即马来看是啥物人伫做这款代志？航警举着牌仔顶头写着，请旅客爱注意去海外工作的骗局。最近常常听到个人互人骗去柬埔寨，遭受到非人道对待代志。警政司长黄明昭早起到桃园机场，针对柬埔寨代志问困无执行的情形。伫这份半个月期以来，已经成功甲26件案件查来。这26件呢，有一个部分呢是我们配合刑事局专案，就是他们得到情资。那另外呢，我们在现场观测有可能潜在的被害人，而去做关怀提问，而成功拦阻下来有14人。从7月底到
昨天为止拦阻的件数呢，总共是26件。警方一直宣导有防民众被骗，因故有国民党立委认为政府做的也无够。南遐3位立委李正谦、洪明凯加吴思怀，以国会外交名义，15到柬埔寨加民间团体讨论救援的代志。台湾民众在柬埔寨受到诈骗的状况，大家都非常关心，也因此这次利用国会外交的名义前往柬埔寨来做了解以及进一步的沟通。由受害者的家属质疑政府无作为，有国民党立委讲，警政署接到300多位受害报案，警方对去柬埔寨民众的家属进行访视了，发现也有100多人无报案，乌数真多。我们现在从 NGO 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我们恐怕2000个、3000个、4000个台湾人，现在正沦落在柬埔寨。国际合作、两岸合作。其实，在案件上都具有高度的困难性。这个部分是我们警政署一定会做，也已经在做的。国民党团要求政府跨部会合作，有更加积极的作为，阻止柬埔寨诈骗。也建议警政署应该针对去柬埔寨等国家的国人，透过事先的审查，分缓冲时间，以免国人搁再被骗。记者综合报道。明天大哥，咱看到这个航警局伫机场伫考劝人唔通去迄个所在。不过今仔日首都市长一直在讲，政府台安尼做代志，你用劝的太有用吼。总是咱看到事实上有伊的效果。不过即摆发生这个代志，佫讲是伫联邦去国外叫20外个人转来，敢无袂形成一种声音，就是讲你政府无法度处理代志，就爱佫爱靠黑道去救人，敢袂有即款的声音，而且对咱的执政发生一寡影响。其实讲伫机场讲人考劝其实咱讲实在，这是治标无治本啦，但是治标嘛是爱做啊，袂使讲咱治标无治本，治标就莫做。你现场考劝这是一个方法。其实咱袂使干那用一个方法嘛，迄就像我拄仔讲的，你现场考劝爱考劝，你电视新闻媒体报互大家知影讲有即个情形，你的亲戚朋友若有讲即个情况的时阵。咱是不是爱注意？叫伊讲去查证，讲是不是即个公司伫当地是不是真正有伫遐做合法的生意？即你像拄仔伫机场，嘛足侪人去柬埔寨商务的嘛有啊，对无？真正去观光的嘛有啊，有过去嘛足侪人去旅行啊，嘛是一定有。但是你现场你考劝，你甲一寡受害者找出来，这是一个方法。虽然伊毋是讲上高明的方法，但是咱就是爱所有的方法拢爱试嘛。迄就敢若讲。我找到这个犯罪集团，我甲破获犯罪集团，甲这歹徒拢抓起来上好。但是你讲安尼，咱的平常时警察莫巡逻嘛袂使，巡逻嘛是爱做，对无？交通嘛是爱做，但是这个犯罪组织咱嘛是爱甲抓。其实伊这个人口贩卖就是我拄仔讲的，伊伫台湾一定有人伫遮帮伊做代志嘛，无可能讲我一届带过了10个人去。台湾这边咱爱。本身甲伫台湾甲伊合作的这个帮派拢先甲抓起来，是吼。你若这个帮派这个路断去了，伊就袂有新的嘛。若讲旧的即马留伫遐讲1000人还是2000人，咱另外阁想办法看安怎甲救转来，迄是后壁的代志。但是咱拢爱同一个时间爱做，袂使讲我要救人，我就莫宣导；我要宣导，我就莫抓犯罪组织。毋是，其实是所有的代志拢爱同齐做。是吼，咱袂使讲政府其实伫即件代志顶悬。咱有伊个困难，譬如讲，你着柬埔寨，咱大家知影中国的小弟嘛，伊伫国际上伊就无伫甲你插啊，无插你台湾，甲抗议甲创啥，伊就无伫甲你插。但是咱嘛是有一寡方式，譬如讲，咱底下嘛是有台商啊，咱嘛是有投资啊，毋是拢无呢。咱甲伊民间嘛是有交流嘛，咱着用各种的方法，民间来找看觅，有通熟悉迄边的人，甲遮个人，看是讲咱用啥物代价甲人救转来。另外就是我讲。防范宣导，大家莫去做这件代志。第三个就是咱台湾这边甲伊合作的这帮派，咱想办法甲找出来，甲破获，后壁袂阁有新的人安尼。其实所有的方法拢同齐落去用安尼。是，所以拄则委员有讲到讲，希望成立一个政府来成立一个专案的口座吼，来交付这个赎金嘛。你在开讲的时阵，你感觉有小可挂虑？你的挂虑是啥？就像那个大哥讲的，就是说。基本上，他这个是有一定的困难度，因为毕竟你交付赎金，他也未必会放人啊。
因为很多的案例，就我身边有一些人，他是被家人都已经付了赎金，赎金付出去之后，这个人又被转卖到别的园区。哦，对，所以说这个赎金的交付跟这个交接呢，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有利的管道。那这个有利的管道，以目前来说，基本上都是偏黑，就是可能靠黑道啊或者什么这方面去接触，才有可能，就是说以现在目前的现实的情况，才有可能真的把人给救回来。是，对。那如果说是靠一些民间组织啊，或是说有一些TG 群、Telegram 群里面的人，他会说那不如就是这样。我听到的一个说法是，我跟这个园区说，麻烦你帮我们跟另外一个园区谈判，好，这个园区出钱把这个人拉过来，我这个园区的老板可能还有一点良心，好，他把这个交付过来这个人，我花了多少钱买你家人就付多少钱给我，哦，这样辗转的方式把人给拉出来。对，因为有些现在像以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说，他们的招人是越来越困难的，所以说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放人，甚至是你要交钱给他们，他们都不愿意放人，他们都说不收，就是你人就好好给我待在这边，他不收，钱也不收了。哦，对，所以说现在变成是说，像我现在这个群组里面呢，就是他这个群组里面其实很多资料，就是说。我宁可你这个人在我这边就是工作，然后你只要干不出业绩，你就从这个3楼跳下去，啊，你医药费我没差，我就是看要不要治，你到什么情况再说，你人不用想出来，是，对，现在已经进化到就是说你就算有钱也未必能把人救出来，反而是一些民间的可能这个园区的大哥是怎样，然后说好了，看在同乡的面子上面啊，我出面啊，因为可能园区他们都互相都认识啦，那些上面的都几乎都认识啊，我可能这个园区我出面帮你去跟这个园区的老大讲讲一讲，你这个人拉出来，要么欠人情，要么付钱嘛，那这个东西人在那边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商品化的商品化了，基本上就是我把你这个人拉出来，让我要赚什么，对不对？那可能有一些就是说可能同乡的关系要把他拉出来，那拉了之后，你家人再付赎金给拉出来这个园区的人，然后再把人拉出来这样。是，委员，小伟拄则讲到真侪这资料，伊手头嘛有真侪资料吼。看起来其中有侪咩角吼，可能是政府较无按度处理，而且甘普济政府可能嘛无爱甲咱合作啦吼。这你伫行政院内底开会时阵，敢有讨论到，还是讲政府要安怎去面对这款状况？好，我先说明一下哈，我觉得站在救援的立场，站在家人的立场，什么方法都需要一试，因为我们就是希望看到人平安回来。是。那现在就是诚如刚刚所说的，我们非常了解，之所以现在的诈骗卖人这件事情跑到我们台湾来，就是因为缺人嘛。他们就是需要会华语的人去骗嘛。那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很多孩子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回来的，他也没有人告诉他要付钱就可以回去。甚至你问他要不要回来，每一个都说很平安，不用回来，那个一定都是被逼迫。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听到愿意老板说你付多少钱就放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愿意试。但是问题这个试的时候有2件事，第一个，很多的家庭他就是经济状况很差，他如何能够去快速的、安全的，因为有一些他去借贷的时候又被骗。那我们怎么样让他安全的、快速的去取得那样的一个贷款？是，那也能够去帮助政府，也能够帮助他去确认
这样的一个管道，是不是透过那边的办事处，还是透过什么样的救援组织，能够协助去安全完成这样的一个确认？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家长都愿意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也很困扰的，就是说，我们如何确保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管道？因为对，因为我们也有接触他们地方的那些政府高官呢。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是可以免费帮你把人救回来的。你找黑的可能价钱更高，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是确定会有这样的。那我们如何去协助这一些受害者的家属？好，我想确保他畅通，那能够回来，我想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每一个家人的心声，也是我们拜托，我们希望这一些在地的救援组织、NGO 组织。我们如何去找到比较正派的，能够懂得有权利去斡旋？